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3。以赛亚书52章7节安尼讲：报好消息，传和平；报福气的好消息，传救恩的。对锡安讲：你的上帝做王啦！一人的脚从山顶到这水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报好消息，传和平。传救恩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生命的快乐甲泉源，你是阮患难中的倚靠甲帮站。你的话真是甘甜，我要对这来得到供应，你的应允永无改变。我要因信来得到建立，主啊！你的话安定伫天里，我要因为你的话来得到扶持甲坚固。主啊，愿较无你，亲像路较无溪水。愿你永远施恩，照你的话扶持阮。主啊，阮要保养你奇妙的所做，也要将福音遍传伫逐角落，因为你已经做王啦。报好消息，传和平。报福气的好消息，传救恩的。脚举河顶的水，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